好，咱遮用万年外吼，今仔日咱请这个杨军教授，这中央大学的教授哦，这种博士啊，我介绍这是辛苦的博士，这一礼拜尔，辛苦的博士啦哈。杨教授是迄个嘉义的中央大学，今日同间来个是爱讲这民俗，这是咱上有台湾开口，上有台湾味的第五个，我嘛真介意这个听，还是这方面专家。咱另外咱这个老成先生是咱的主持人嘛吼，我是我是这个只讲欢迎各位来基金会，各位拢有一摆，这礼拜啦，佫有一个第一单数工作，我另外给插一个话啊，你若有闲拜六的时阵，再去土人经来甲完成者，多谢。好，咱感谢区董事长吼，甲咱开庭。所以，我是一个无专业的主持人啦。今仔日本来应该是郑家豪、郑先生应该来支持，来主持啦吼。但是我只代替来主持吼，所以我简单讲一个迄个开场吼，就是这是我的责任吼。就是我咧想讲，语言甲冰箱之间的关系啦，就是讲语言若是一张树啊，伫我的想象内底，冰箱哪亲像就是伊本地的配图吼。树啊，当然你讲会当刷材啊吼，就是刷材了敢袂瓦，是讲伊刷材了瓦落来但是伊生变做啥物款，这就是真趣味的问题啦。那么我讲冰箱甲语言的关系，我就先想着讲，我以早对冰箱较有兴趣的时阵。我相信诚侪人甲问阮，我想讲我想要知影布袋戏歌戏啊，想台湾见着一寡代志。无实在，专家的时候就想讲，我来册店找册吼。结果去册店找册了，发现讲，内底一寡词语哪拢写华语，也是讲写迄我看无的。比如讲我想要知影即个布袋戏什物物件的时阵，我看到我嘛讲袂出来。去找着布袋戏的迄个师傅嘛，我就甲伊沟通这就是。台语甲民俗脱离的时阵，对阮一般人上大的困扰吼。另外就是讲，我毋知影恁敢有即个用台文来写作的经验，也是讲你有用其他的本土语言、外国语言写作的经验吼。我相信有在用家己非母语的语言写作的人，应该拢有种经验，就是讲你写出来了后，你摕母语人看，母语人甲你讲，你的语法甲思虑拢无问题，但是读起来就是无迄个语言的开口。所以今仔日。杨教授伫分享当中，伊嘛讲着讲，伫咧民俗的上文学内底咧，伊的开口甲到底有啥物无共款，特殊的气味伫倒位啦吼。另外伊讲着讲民俗，文学内底的认同，甲咱即马人的认同也是，咱认知当中台湾人的认同，有啥物无共吼。上尾也讲着讲，民俗甲语言斗起来讲的时阵，特别是对咱关心语言的人来讲，民俗文学是一个宝库，或者是宝库的吼。我相信内底一定是有思虑啊，是讲特别的修饰吼。这个代志就是爱麻烦杨教授来介绍，咱大家知。所以咱即摆就用普话写来做伙欢迎杨国教授。大家好哈！今仔日真欢喜的恁来到遮，甲大家分享我。算讲即几年来教学的一寡迄个发现，有较趣味的所在哈。即个今仔日要讲的内容，差不多是4月的时阵，伫咧高雄捌讲过一摆。迄摆呢，因为是一个迄个营队吼，所以是迄个该读的物件拢先分落去，大家有读过吼。今仔日因为是演讲无法度做到即步，所以小等下我就甲一寡需要读的物件甲剪落来。摕在我的 PowerPoint 内面，所以咱就变做敢若读一部分尔啦吼。所以我 PowerPoint 加安尼足歹看，大家忍耐一下就是啦吼。所以今仔日即个题目吼，就是迄个基金会当初讲要叫我来遮做即个演讲的时阵，就是讲要甲迄民俗甲即个语言的部分来甲伊甲做一个结合。我拢想讲。要讲即个题目，是家己安怎惊吼，因为民俗我确实是有用心过了年啊，但是台语尤其是要用台语讲民俗吼，无真有把握吼，所以这是第二摆讲吼，讲了无真好，大家嘛请恁忍耐就对啊吼。好，
首先吼，就是今仔日要讲的范围，大概就是即张顶面所写出来的吼。咱先爱迄个分别，就是啥物是俗文学，啥物是民间文学啊。我因为即摆我两种拢会用到，但是咱定迄个意思先甲讲好较清楚吼。咱叫做俗文学的即个部分呢，迄种的物件拢是甲迄个趁钱有关系，甲商业有关系吼。像讲啥物曲艺啊、说唱啦、粉毛，这拢是卖钱的、趁钱的物件。但是咧，民间文学咧，伊就毋是遐尼重视即个商业，甚至讲伊就是一个口传的，就是用讲话用讲的来去迄个讲互人听啊，所以伊的迄个分别伊的分类就是会下骹即几种今仔日要用到上济就是故事有淡薄仔的俗语传说安尼。今仔日要讨论的范围就是下骹遮的因为我即个准备的时阵是为着迄个营队准备的所以迄个就是跟我上课上接用到的文本来上课。无想到讲今仔日有一个歌册专家，搁一个报歌的专家来伫下骹，所以我足紧张的。讲话小可会喘，就是因为安尼啦。但是小弟拢有用到因两位的所在好，首先就是讲民俗为什么爱用台语这是确实即摆现象，就是迄个做民俗的人伊家己去做调查的时阵是会讲台语无毋对，但是做记录的时阵就无的确会晓用台语来记录所以这是我家己，我感觉我学台文学记录了后就用迄个华语来讲，就是打通任督二脉。即摆听到的我会晓写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进步。但是也真侪甲我共款咧做民俗研究的人也袂做到即步，所以这是真可笑的。我希望甲我的经验讲互大家知影第一个例，我想要来讲发音若是毋对，意思就会走精这是我迄个小弟用一个故事来做例像讲咱讲迄个互相帮忙，咱叫做斗相共，对无？是毋是嘛？有人读做斗相共，对不对？迄个即个相华语即个相即个字有读做相，有读做相的音因为安尼咧，咱平常咧讲拢听有无问题，但是咧，我伫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的时阵，拄着问题什么问题咧？无人你连线，因为今仔日要用到真济。我先讲，这个故事咧，就是各位可能捌听过白贼七的故事毋是白贼七民间故事内面有甲白贼七，甲迄个好皮狮，甲小可夹做伙所以因两个故事有真相像的所在。即摆即个好皮狮的故事，头前咱若莫管头前，咱讲到上尾的迄个故事的部分，是毋是好皮狮去迄个海底去甲海玲王讨讲，我要爱100支虾仔树，这你捌听过无？这故事捌听过？捌咯。安尼就是爱需要网络。网络。对，就是字有淡薄仔细好，这个故事咧，就是讲好皮狮伊是迄个鼻仔足灵的有人认为伊的鼻仔灵是真正灵，有人也认为讲伊只是咬共骗其实讲伊物件共偷藏一个所在，共讲我用鼻仔就知影伫咧倒位这个故事是两种拢有的即摆就是讲伊去甲一个王爷找到伊胖见的囡仔，王爷就讲要赏伊问看好皮狮你要爱我赏你啥物物件？好皮狮就讲伊要爱啥？伊讲伊要爱一领麻糍衫，一顶汤西帽我教伫遮的时阵，我足欢喜的，因为感觉即个民间的即个想象力是不得了的。什么叫做麻糍衫？麻糍做衫，咱是毋是感觉就是迄个绑起来安尼软软听起来就感觉这穿起来一定足烧的所以麻糍做的衫，即种想象力，我感觉迄个阮伫个文人的写的迄个作品内面真罕你看到伊就全穿即领麻糍衫，甲糖做的西帽，就走去一个拍铁仔的所在遐
啊，伫咧拍铁啊，因为有火嘛吼，所以迄个汤西无汤就转扬起，啊，就点来伊的麻糍，安尼是毋是就去互硬起来食对无吼？所以大家就家己的衫拢啊晾起来食吼。即摆食了，伊然想起讲啊，我一领衫小可甲食了咧，安尼是要安怎吼？啊，迄个拍铁啊讲无要安怎？伊讲啊，无你就是爱。互我100支的迄个蛇吼，咧河水迄个蛇互我吼，啊，所以伊就互伊100支，伊昨甲这100支摕去海边遐吸海水，吸，海玲王讲奇怪，我海水哪会愈来愈少啊吼，啊，就叫人去调查一下吼。伊讲你想哪伫甲吸水？伊讲你若不爱互我吸水，无你就是互我100只迄龙虾手吼。啊，海玲王讲好啦，伊就甲你，互你100只龙虾手，所以伊就用一支斗一支的龙虾手直斗起来吼。啊，即个好面使专要爬去天顶嘛吼，要爬去天顶，结果咧，海玲王敢若互伊99支吼，啊，伊剩1支尔，伊就爬到99支的时候就讲，佫摕1支来烧天哦。烧天，听到无？吼，所以天顶的人嘛听到啊，讲烧天要他会使，要甲我天烧掉，吼，所以咱用手甲弄一下，吼，啊，伊个好片使转削落来，因为伊转变做高压，就是伊片仔就凉的，吼，所以这个故事，安尼你有听出来无？烧天，拄好咱讲，这个汉字这2字，要有另外一个什么发音？沙天对无？吼。所以你若是即个故事，你若是用汉字写，是毋是即个最后即个所在就解说袂通，对无？吼，但我注意到即件代志咧，就是有一年我去泉州，啊，伫咧坐计程车的时阵，甲计程车司机开讲时阵，我咧讲起即个故事，伊讲伊毋捌听过，我讲真奇怪。这是我认为讲咱即个故事是迄个大陆迄变过来吼，现在遮尔出名的故事毋捌听过吼。啊，我讲到上尾，伊就讲啊，毋过恁讲烧天，我是讲3天，吼，所以伊就听无即个故事，所以互我印象足深的吼。这为虾米讲咱民俗的记录吼爱用台语，这就是我互大家第一个例吼。即马咱用台语来记录这民俗还是俗文学吼，有一个作用吼，即句嘛是我讲的，毋知谁讲我袂记得。讲即个，咱迄个，尤其是歌册吼，是哪像是纸上的录音机吼，因为伊是一个记音的一个书写的系统吼，所以伊哪像是一个录音机吼。啊，而且呢，咱若是正确的用台语来写，其实会当表达一寡真活泼的一寡迄个意思出来吼。啊，我阁用另外一个我家己的经验，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教民俗的课，我拢会叫学生去做调查吼。我家己嘛出去做调查。啊，即摆讲的即个，就是即中间即个图吼，这是中南部较有的中秋的风俗，叫做土地公拐啊，吼。啊，这土地公拐一般是中秋，中南部是中秋的时阵才咧查案吼。啊，我去调查。婚林大埔遐，因遐的人，咧我就问讲啊，恁这个插土地公拐进前吼，有安怎拜无吼？啊，伊讲有啊，我讲啊拜的时阵有念啥无？伊就转念几句互我听吼。啊，迄阵啊，这2005年我还袂学台文的记录吼，所以我就家己斗字学袂斗吼，斗出顶面即几句看起来怪怪的字吼。到尾啊，2010年我已经学着要安怎用台语来标音啦吼，啊查字典我嘛会晓查，所以我即马就会晓甲写做我认为是较正确的迄个伊念的迄个好请神明啊念的迄几句吼，即几句是有押韵的，因为有押韵我才能记起吼，所以安怎念呢？顶区塔下区，伫我尾烧愈吼。啊，顶烂塔下烂，伫我尾烧破，意思就是讲，迄伫我迄个足，叫做啥？笑啊足济吼，啊足重啊，甲即边甲即边的烧破，安尼意思吼。啊，所以迄个这是我感觉迄个我的调查，一直到我会晓写即几句了后，才感觉是完成吼。啊，即摆就是咧讲吼，咱伫咧俗文学内面吼，本土的语言要安怎记录吼？这毋是我写的，这是
徐炳华老师的册，我甲教落来迄个参考的吼。一种叫做所谓的这拟意字吼，就是讲伊迄个写的是迄个字，用的是迄个意思，毋是伊的音吼。像讲遮写讲照迄个字来念是数字对无？但是你规句念起来甲念做代志吼。啊，另外一种是即个拟音字吼，就是讲你看到的迄个字用的是伊的音吼。譬如讲即个静吼。咱是甲用来代替即个静人的静，安尼吼，所以一个是拟意，一个是拟音，即种伊就是咱读个台语的上文读拢会读到的无共个用法吼。佮有一种较互人烦恼的吼，是迄个俗字，而且是家己迄个家己做编出来的字吼。即种的字，当初排版的时阵可能家己去刻啦，但是即摆咱要拍字，就无法度拍出来吼。咱来看。像讲，我即摆用的这是果子小包瓜吼，内面的迄个一页吼，拄好胡老师伫遮请教一下，因为即句我本来想要来做例来讲啊吼，就是讲妖声实在真无理，理即个字爱念做啥物音较好？牛牛是马年，就是要甲掠吼，是掠，即是即个所在，因为。来，即个字的两个音甲掠有差别，所以我其实无真有把握要安怎读。对，是掠嘛吼，我嘛认为是掠，但是因为即个字无掠的音，所以我就无真有把握吼。啊，所以我也用后壁即两个字吼，即句哦，听到外边话烧台。即个话吼，就是口字旁啊，用话即个音吼来迄个代表迄个话边仔即个话啊。这两人相拄出手台吼，即个拄大家会认识即个拄吗？这歌册常常咧用吼。这要安怎会记哩？即个拄就是迄个古早的门是两边开的吼啊。咱安尼扫，即个叫做啥？这是串啊，即个是拄吼，所以伊是用即个拄来代替，毋是代替，就是古早是用即个字来表达即个拄吼。所以这是迄个，拢是我开始读歌册以后，才知影讲哦，这么侪奇怪的字吼，是读册时拢毋捌读过的，啊嘛无人甲你教，家己去找去学的吼。所以我即几年来变做足够查字典的。就是嘿，真重要，就是迄个查字典足重要哈。啊，我定查的吼，即两个字典吼，这就是我迄个查字典的吼，真正是迄个真辛苦的历史。甲大家讲，这为着要读遮的迄个歌册，这顶面的遮个字吼，就是你若是直接用汉字来去查咧，定是查无的吼。我甲写95%查无。可能是有遐物答案吼，过来就是用 Google 来去查，有时啊像一寡前辈吼，因做过即本吼，啊可能有时啊伫迄个Internet 顶面发表吼，啊就有机会看到吼，但是迄是好运咯，是好运拄好吼，啊就感谢天公保庇吼，提早收工，但即种机会足少的吼。但是过来咧，就是爱分别爱找出迄个字汉字的文读甲白读，因为伊迄个一个字有两种的发音吼。即种若是两个字，是毋是4个发音？3个字是毋是直直安尼增加落去吼？啊，就是爱直直爱排列组合安尼落去查吼。所以定为着一个字查几落点钟吼，啊查袂出来吼。啊，有当时查出来完全是运气。好，所以用迄个，即摆若是遮排来了啊吼，先就去用迄音来去甲查即个教育部即个词典吼，定查无85%以上查无吼，所以尾后就放弃遮吼，就是较简单才去查遐，啊直接来查即个台语大词典吼，大约有8成的成功，我认为有8成吼，但是我相信。有高手一定会查到会比我较济啦吼。过来就是上尾即条，承认失败，我定承认失败，啊，就去迄个Facebook 的台湾话资料交流所吼，台湾歌册学会去请教歌手，加在迄边的歌手拢大家真厉害，定去遐请教吼，拢会用得到迄个答案吼。但是抑佫一个情形是啥物呢？
就是本来的字就是毋对的。但是本来的字毋对，伊是毋是安怎查都查无，对无？吼，小等下我就互大家看一个迄个人字写毋对，所以迄就是要用药的啦，吼。所以这是我查字典的迄个经验吼。但是有诶是毋是你字典查无？字你有熟悉，但是你字典查无查到，你嘛无一定知影是啥物意思。这个时阵就是讲，你需要明确的知识，才有法度了解吼的用法吼。像讲我即马下骹即句的即几个吼，这第一个10月花胎报亲温，即句吼，安尼是毋是？请柯老师来甲我念一下，我拢惊念毋着互笑。我戏拿花报情温啊。戏啦，伊用第四音就第三音就对啦，第三音不对啦。第三音。啊，无啦，是毋是这字是第七音，但是戏伊是第三音。你较早有迄个拿花吼，迄个人流，哎，就一个，安尼是啊，一个叫是，迄个等于拿花人流啦。迄是人流，对。你若我是另外一种，就是迄个咱松树的时阵做西工有一种叫做打更，捌听过无？打更就是伊的迄个用一个匣拿吼，啊，迄个你就是导师摕迄个匣拿，你即个号管拢爱对迄个安尼，伫个迄个做西工时爱都要写过咧吼。啊，即个时阵就是你的通常是做迄个妈妈。贵姓的迄种法术才会用到，迄就是木莲就有的吼。对对对，啊，所以你即摆在打更的时，你号管拢爱对咧行对无？即摆即个号管，迄个号主号力，就爱手爱去甲迄个匣拿揪掉咧，表示一个毋甘放老母离开的迄种心情，安尼吼。所以这是毋是你若毋知影即个？西讲安怎做诶？即句较安怎就改袂出来对无？吼，这就是一个例吼。过来咧，英台吊纸歌吼，糖果三片香炉烟，这可能有诶迄个年纪较比我较大人，可能捌听过，像我都毋捌听过吼。啊，迄个我诶学生一定嘛拢毋捌听过。香炉烟，传香炉烟就是讲家族吼传承诶意思啦，吼，就是要互。三撇有后事的意思，吼，所以这就是一种字典查袂出来的，吼。过来，这天作良缘，吼，那Q 是 Q 三日好彩期，吼。这彩期这个词我嘛是爱去查，吼。彩期是啥物？捌听过？毋捌。彩期就是讲。古早人吼，要迄个讲亲情的时阵，毋是一个就印好，是甲对方的啥物迄个八字拢抄断去对无？啊，还徛咧咱兜的迄个公马的牌位头前徛3工，徛3工，这3工内是无出啥物代志，才即个亲情才讲会成吼。所以彩旗讲的就是为着迄个讲亲情吼，迄个好彩头，就叫做彩旗吼，是毋是？这我意思就是讲，字典差无的啦，嘿，吼。过来，安东买菜瓜吼，对，像讲看到即句，就是小海乱丹戏，乱丹大家拢知影嘛吼，八卦乱丹戏，但是啥物是小海？尾后我就查到，小海原来是一个迄个以早真出名演员的名，吼，就是以早迄个乱丹戏一个嘛咪歌星吼，名称啦，名称叫做小海啦吼，所以即个安东买菜，讲到小海，是毋是咱就知影讲，伊是以下的时代，迄个时阵是即个小海是真出名的演员，安尼吼。过来，头出是做倒当期，倒当期我查到意思，我感觉真无合吼。倒当期哪有另外一个较复杂的意思，但是我尾后查到，感觉即个倒当期应当爱是讲的是迄个《隋唐演义》内面的一集，就是一段一出戏啦，吼，安尼。过来咧，后壁这恁看有无？就是我著看即个安东买菜包学足侪跋筊的迄个名，对，这啥物练宝啦，啥物地甲笑啦，吼，这拢是内面的吼。过来，讲到我一个安东上毋好，想要手扶观察无，即个咧，看有无？手扶
书观察是一句俗话，吼，伊是为一个故事来的，吼。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两兄弟咧，因的老母已经过身，要办丧事，迄个钱无够，吼。以早办丧事有一条钱是爱开伫买石灰，石灰啦，石灰香灰啦，对，就买石灰创啥，就是棺材内面爱迄个用迄个铺底就对啦，吼。所以因两兄弟有钱通好买迄，但是无钱通好买棺材。啊，两兄弟也想讲，安尼无咱来甲外叫看卖啊，安尼。啊，当然恁就知影，结果是安怎？就是电迄条的钱就输去啊，吼。所以这是一个甲故事有关系的俗语，嘛是迄种差袂着的。就是你爱有迄个民间故事这方面的背景吼，才会知影伊是啥物意思吼。迄差不多是迄个夫人又折兵嘛。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嘿。连输两条。对，嘿。所以这是我跟他算讲，迄个无真认真去找凊彩找有其实也足济吼，无好。所以我感觉我迄个歌册吼，就是需要真侪人大家来斗做，而且咧做出来的物件爱公布，才袂大家搁继续搁去用遐尼侪时间吼，拢浪费去吼。再来是要讲，就是民间文学吼的修辞即个部分吼，我真重视迄个押韵即件代志，所以咧，所以我才会足爱读歌册吼。但是咧，我教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的时阵，发现民间故事内面押韵的机会其实无真济，因为伊是故事嘛吼，伊毋是咧唱的歌，所以无真济迄个押韵的经验。那有时啊看到即个故事有押韵的吼，我就敢若捡着宝咧吼。这是一个迄个台中石宫吼遐的霞龙君的故事吼，霞龙君的故事大家知影无？就是伊有3个查某囝，吼啊，小龙君去共头挽花，毋是啦，是第三公啦，就是即个第三公有3个查某囝，吼啊，第三公去迄个看到小龙君的花园的花真水，就共头挽。小龙君讲：你谁哪会用挽我的花？你的查某囝爱一个来陪我，安尼吼。所以即个第三公等去厝就真烦恼，所以烦恼伊拢袂食袂困，伊的查某囝专来问伊，吼。第一个问过，第二个问过的，啊，这就是迄个我跟他这几句尔吼。第二个来，我来问讲，啊爹吼，叫你起来食白白青米饭，食菜头汤，咸咸鸭无卵。你有话甲囝讲，无话囝当当吼。就是我真正是干那伫即个故事内面有看到即种有押韵的吼，那迄个歌谣的即种讲法。照讲吼，民间故事内面即种应当爱真济才对吼。我怀疑就是咱咧讲的时阵嫌麻烦，就无甲即个部分讲出来吼。所以若有这保存下，我拢感觉足珍贵的吼。所以伊就第二个吼，伊讲有话甲囝讲吼，无话囝担当。啊，迄个老爸讲，迄个看恁倒一个要去嫁互即个蛇吼，啊，查某囝就讲啊。甘愿啊，爹去互蛇吞，哪会使阮姊妹去找霞龙君呢？吼，所以啊，老爸只好再来问第三个吼，啊，第三个咧，你想有答应无？有啊，因为民间故事内面吼，就是有一个3个原则，一定是第三个吼是上乖、上好、上善良，嘛会上成功吼，所以就是第三个就去嫁互霞龙君吼。即马伊答应了后咧，霞龙君就派人来讲亲情吼。派啥物人来讲亲情咧？这嘛是一般迄个故事吼，无可能出现的迄个情设计吼。远啊远，阮官人叫我寒槟榔吼，要收你就收，毋收我收倒转。你叫看卖这是啥物物件？会发出即个奇怪的声。迄是一种糖。咱叫做鸳鸯，不是鸳鸯哦，是迄个泥糊风、土风，就是迄个腰足细啊，拢是咧壁角咧做迄个，对。伊是黄甲乌，嘿，有点灰蓝色的，就是迄种香吼，所以这个故事内面
特别骁龙滚牌来迄个提亲的是即只土蜂吼，对，伊即摆来吼，伊即摆来就甲迄个就3个查某囝一个问吼，伊就来形容讲即3个查某囝对伊的提亲的反应是啥物吼，所以即摆吼，你甲看，即个是第一个吼，煮饭拄咧煮饭吼，看到即个鸳鸯来又讲，你著较紧走，若无我听爱用我即个是啥物？对，我要用即个遐，甲你扣互你死吼。伊就知影讲，即第一个无效啊吼，就去问第二个吼。第二个咧，伊夹一支饭犁咧糊饭迄个饭犁吼，就讲你若毋较紧走，我就用即个饭犁甲你吼，嘛是要甲你扣互你死安尼吼。所以鸳鸯转去就甲骁龙君报告啊吼，讲是第3个答应啊吼。骁龙君就问讲有水无？哦，足水的吼。骁龙君佫袂放心问讲迄两个真侪有水无吼。所以鸳鸯就甲讲啥？讲迄个大汉的咧吼，就甲即个提走。几摆落来，迄飞机啊，几摆落来。对啊，都游袂落来。就安尼讲就是讲第一个，伊讲吼，迄个第二个吼，规面全条纸亲像迄个饭犁面，安尼你就看出来即个故事的设计无？拄仔伊讲伊要用啥物甲牵着无吼？伊就讲伊个面当饭犁吼，迄个大汉咧佫较歹吼，佫头佫面，吼，就是拿迄个。好遐安尼吼，但是这是伊个民间文学伊的想象吼，拢是用咱世界看会到的物件吼来做迄个譬论，安尼，互你一个就知影伊在讲啥物安尼吼。过来即个吼，就嘛是爱开来看一个故事吼，这是台中清水遐吼，关于迄个过年的由来的故事吼，我。伊个教民间文学拢差不多一定会教即个故事，为虾米呢？因为咱近摆有讲到过年的故事，是毋是大家拢讲啥物年兽对无吼？其实年兽真正我去编过迄个就是咱以前的册调查的民间文学是无即个故事的，这真正是外省的故事吼。所以台湾本来的故事是啥物？就是即个故事吼，就是过年的时阵有一个迄个大灾难吼，即个灾难是规个。土地要沉落去的迄种灾难，吼，即马故事吼，咱就无法度讲甲真迄个详细吼。重点就是讲有一个灯沟，就是以前的一种迄个伫咧壁顶的那个点油电火啦，吼，叫做灯沟吼。因为伊当时的时阵无食着营养。咱即个规个故事足赞的，为虾米？伊甲自当节甲初二的每一个迄个过节的意义拢甲连起来吼。咱当节有一个风俗是以前咧烧影了后，爱去念伫个门啊、窗啊、迄个祭古祭碑，这你捌听过无？迄个意思就是讲。就是讲迄个即每一个所在拢有神吼，咱敬伊一粒营养安尼吼。即个灯沟咧，伊无食着营养，无人甲伊当做神吼，伊无欢喜，伊就走去天顶，甲玉皇大帝吼加斗，讲即个人间吼足讨济，你看营养也毋好好啊煮来食，拢啊等咧迄个门遐，糊咧迄个塔门安尼吼。所以伊就讲。玉皇大帝，你啊，甲因处罚吼，要安怎处罚咧？吼，就是爱规个拢互沉默落去吼。玉皇大帝即下就讲，敢有影有即个代志，安尼要叫人间诶派伫人间遮个神灯来报告吼。所以为虾米咱有二时上神？吼，就是遮个神等于咧甲迄个玉皇大帝报告吼。即摆大家去就是讲，无即个代志啊，即人间人大家拢足迄个口实吼，无讲迄个乌白迄个浪费吼。因着用一个咧来甲迄个玉皇大帝讲吼，伊咧讲啥物咧？伊讲吼，这世间的人吼，因若是咧吹过吼，吹了若是无迄个，就是摕了无拄好吼，为造前安尼落落去的时阵吼，就是你迄个过落落涂骹的时阵呐吼，落倒去迄个火釜内面呐吼，就毋甘甲翕散。吼，佮捡起来飞飞，佮捡起来食吼，安尼你想，伊哪有可能甲伊营养乌白蛋？吼，迄个讨债安尼吼，就用即个理由来甲迄个玉皇大帝讲，玉皇大帝讲吼，安尼吼，安尼可能是迄个毋是正讲安尼吼，所以即个讲故事的人吼，伊就甲即个
这个部分的这个情节吼，伊搁来加一个解说，讲了足赞的，就是下骹这段。伊讲吼，咱即个世间人咧做粿吼，创这刺壳啊，刺壳粿吼，是毋是爱烂粿做菜包吼？烂才落去吹吼。即摆吹你甲摕起来看，有成迄个粿吼，遐一抓一抓，乌乌灰点灰点，有成去捌着火污，安尼听有无？你若有食过刺口粿，是毋是遐有迄纤维吼？安尼乌灰点灰点，伊讲有成咧捌着火污，所以这就是咱世间人救咱世间人吼，故事足赞的啊吼。所以即个故事吼，我就每一日拢会讲吼。再来，伊个原来是小龙君的故事吼，伊就是这无咱甲跳过吼，就是讲因某尾啊变做一块红骨粿，我感觉即种想象力是足，拢是互你想袂到的吼。嘿，伊细汉时看足侪，我看足侪故事的，所以但是拢是啥物故事？中国民间故事吼，无就是格林童话吼，所以迄种故事我足熟的。啊，但是读到台湾民间故事后，我就是惊到啊，就是讲，我就是我对民间文化足熟的，想袂到要有即种的、即款的吼，来自民间的即种正港的民间的文学，迄是甲我以前读过拢无共的吼。再来就是迄个民间文学的修辞吼，我就用报歌做迄个做例吼。今仔日就是真非常的荣幸吼，就是林老师在现场吼，林金城老师吼，伊就是我报歌拢是看伊的册学来的吼。啊，今仔日这首因为拄好林老师伫遮，当然嘛是爱请林老师来甲阮念一下，要念还是要唱？在你哦。我试过卖吼，因为是上外唱的是山顶歌人。我是记录较济啦，叫我唱我较袂晓，我含慢啦，我可能才59分尔。阿君若行，牛若流，流的新闻用纸包，日头若暗着盖头，头尾阿君去牛包。我真正足感谢林老师的，因为吼，伊的调查吼是毋是干那有字搁有音的吼？迄对我来讲，研究嘛好，教学嘛好，拢非常的重要吼。所以今日足欢喜会拄到伊哩吼。所以我选即首吼，是因为我要来互大家知影讲民间文学的修辞吼，真正用法嘛，甲咱古早莫讲古早啦。我家己是中文系吼，我中文系学的嘛是足侪文学的，啥物典故吼，迄拢是一寡古典文学的迄个内容吼。所以即种民间的即种文学，伊是无啥物典故吼，拢是咱看会到、讲会到的物件来做例吼。啊，我非常介意即首为虾米吼，就是讲阿君啊行牛哪啦，咱先爱解说一下，就是大家毋知影。报歌内面吼，即个牛毋是妈妈哦，是牛囝的牛吼。报歌内面就足侪迄个亲属关系，拢是毋是恁所想的迄种的关系啦。就是小听咱一个来讲吼。所以即马就是毋甘对方伊的爱人要离开啊，毋甘对嘛吼。伊讲留伊的身份用纸包起来吼，包起来咧。即摆日头若暗，就该透吼。为什么日头暗才会透？暗时啊，为什么暗时啊才要透？啊？魂惊日头，我确实无想到，但是有道理咧。我咧想讲暗时是足无用的啊，吼，咱暗时啊，才有他专心一意来想我的爱人，安尼吼。即摆啦，日头若暗就该透吼，透尾阿君并毋到，或者我的爱人也伫我遮咧，安尼吼。我感觉即首足水的吼，啊咧教的时候我家己足陶醉的，无是着我学生讲，听着足恐怖咧。我老尾身份伫用纸包，因为感觉拢想为迄个巫术迄边去啊。对，这个是民间文学的吼，受用不足，这个是阮爱加强的所在吼。啊，隔壁即首吼，这是平湖的吼，伊是讲迄个阿牛生水是白骨油，亲像青纸包红豆，这两句嘛足水的。啥哪讲？伊讲
阿娘洗水是白个油，咱拢感觉白肉较水对无吼？白个油，啊你直讲白个油就无效，大家拢会晓讲啊。但是下骹迄句就足厉害啊！伊讲青纸包红豆，啥物是青纸？新的纸，因为咱纸若是用了旧，是毋是会安怎变黄去啊？对无？青纸是毋是啊白？啊，即摆青纸包红豆，是毋是小可透光？咱只讲古早的纸，小可透光，所以白的迄个纸，但是你透光会看到下骹红红安尼，是毋是足水的？非常美丽的即个歌词吼，所以这个我为虾米要经济，感觉是太好啊吼。这两首拢是偏湖的报歌吼。偏湖我用的迄本册特别甲叫做水调，我敢有啥物原因？恁老师敢知哈？咱拢讲报歌对无？偏湖因就是叫水调。我感觉迄是。伊家己好诶吼。我有淡薄仔咧怀疑，所以这首吼就足出名迄首，大家是袂拢读过？若毋捌读过，恭喜今仔日互你读一摆。18送牛去下港，即个平湖人去下港吼。目眶你红我也红，其实这要用平湖腔来念，才是有赞哦。目眶你红我也红，对我就袂晓念吼。好来第三句，大家当这来念来。地落雨有赞无？吼，谁哪目屎遮尔重？你心情足沉重的啊！吼，所以安尼练落来涂骹，互你地破一空安尼啦，吼，就赞的吼。再来隔壁这首吼，无钱客兄结大派吼，袂前一暗就要来到床头带遐菜吼，袂输死人徛两排。这你一听就知影，这是迄个客兄甲客兄大情骂俏才会讲话，才会动着吼。下骹这首搁较趣味吼，两个买。香亲像我煮菜，一个死搁一个来吼。客兄亲像真红菜，有钱无钱拢大牌。好，即摆问大家一个问题，吼，为什么死翁亲像挂韭菜？对，这嘛是我几年前吼，迄个亲戚因兜韭菜送我才了解的意思吼。种韭菜吼，咱咧口内上水的迄是毋是摕去卖？吼，摕去卖交互迄个韭菜市场啊。但是烤过了后，韭菜也会搁发，你知无？烤过了后，韭菜会搁发，啊，遐个发搁发的迄就无遐尼好啊，啊，就留咧家己食。所以死翁是毋是第一挂？吼，啊，客兄是啥？客兄就是搁发的迄第二水的就对啦，安尼吼。所以这都是你爱有即种农业的知识，才会了解伊为虾米安尼讲吼。啊，我搁举一个咧，甲这平台文头无啥物关系，有一个老师，伊伫咧花莲吼，咧教画图，伊的学生拢是迄个阿公阿嬷级的吼。啊，伊讲。伊个学生问讲老师要画啥物，伊就讲画恁迄个日常的生活啊，吼，啊一个阿嬷，伊就画伊种土豆，吼，啊老师看伊画出来迄个土豆丛吼，讲奇怪哪，迄土豆的叶啊吼，拢是安尼一丛上下骹迄几叶拢是黄的，啊伊就问讲，迄谁哪你这土豆的见摆迄叶啊下骹的才是黄，恁知为啥物？就是讲土豆种落去吼，你若看下骹的叶变黄，就是土豆会使烤啊，吼啊，所以这是毋是咱毋知的知识，嘛是爱有农业的知识吼。你才看有迄阿嬷咧画啥物吼，咱读这个民间的小文化，嘛是共款的意思吼。所以，阮虽然读真济吼，我知影我真济，其实我拢读无，我就是我读有，其实要有其他意思是我也袂发现吼。过来这吼是我家己写过的一篇文章吼，就是我来讨论报歌内面吼，会用到迄个食米的时阵吼，是用来表达是迄个男女迄个爱情吼。像讲我咱用巴肚枵来表示吼，就相思吼。像这下骹这几首吼，巴肚若枵找饭桶，心肝甘人找啥人吼？为娘挂掉
饭食少，收拾一病倒在手，倒在床中大声叫，叫无茶汤通食烧。是毋是伊拢是咧讲伊想伊爱人，但是拢讲巴肚枵，吼、这个巴肚枵甲收拾的关系吼，是伫咧迄个春秋的时代就已经建立的，吼、那这是一种普遍的来表达咱爱情的一种方式，就是讲我巴肚枵。咱华语是毋是嘛安尼讲？你想讲卖，是毋讲咱讲讨价是毋是嘛有迄种迄个无正常的男女关系的意思对吧？华语有一句话叫做啥物？打野时嘛是酱对无？吼，就是安尼吼。这句咧，咱小等下佫倒来看，咱先念一摆吼。为牛挂吊乌搭伞，靠大小夫做罗单，靠大小夫食会好，又点转水食都无吼。啊，这咱小等下爱来看为虾米用这句吼？啊，佫来看，这就是讲啊。一日无见咱嫂面，较惨细囝断了恁。这个嫂嘛，毋是你想的迄个嫂哦，吼，这个嫂嘛是讲爱人的意思，吼。好，所以这为君挂吊心头闷，白白米饭唔爱吞，都是用这食米来表示我就想我爱人的吼。你就要来看这为什么是靠大小夫做罗单？这是啥物？为什么会靠大小夫？听起来就奇怪了，吼。原来这是三百英台的故事，吼。三百英台的故事内面呢，三百是不是原来是相思，吼，用要死啊？伊就开一个药方，叫人送去互迄个英台，讲爱有即几味药，我才会好，吼。啊，这药是奇奇怪怪的药啦，吼。咱看一下吼，龙肝、红北肠，吼，金鸡头、红的嘴，吼，啊，搁有啥物？佫有啥物水鸡门呢？对，吼，所以伊就是三片开只药单，吼，啊，即摆叫派一只鹰哥送去鹰台遐，吼，啊，即摆鹰台收到批啊，吼，啊，伊就讲，伊就真是认真去找啦，讲拢找无，你要爱的药方我拢找无吼，但是无法度啊，吼，伊爱想办法，迄个爱回批啊，吼，所以就写批回倒转，吼，佮甲真老实甲三片讲四。吼，找无水鸡问，吼，见到朋友就该问，吼，都无连瓜红北肠，所以伊有认真找啦，吼。所以即摆吼，咱即摆无法度啊，要安怎呢？靠大这头盔加3寸，交代英哥送互君，吼，啊，佮教伊安怎食，吼，着用清水转好滚，吼。若爱性命着忘吞，所以头段咱先有看到靠大小夫，吼，你若伊著无读过三片英台故事，你著毋知影靠大小夫到底是咧讲啥？原来伊就是咧讲解你的休息的药，吼是靠大小夫，吼，所以英哥著送转去，吼，啊三片著收着啊，安尼，过来买两句伫遮，你看啊，靠大泉水食会好。药店转水食着无，意思是讲啥？靠大小夫若食了病会好，药店就免趁钱啊，吼。所以这是三百英台的故事，伫咧报歌内面那么受用。所以咱安尼就知影讲，凡是用七字啊来唱的这个歌，因用的题材可能是拢是共一批，只是。简单甲复杂的差别尔吼，你虽然是唱报歌的人，伊嘛知影这个歌词的故事吼。再来就是讲，好食米吼是用来譬论伊的对象吼，像咱看这讲阿兄看妹真介意，袂输赤肉骨揪丝吼。你即摆用即句话去讲互迄个少年的爱人，可能互人骂吼。伫古早迄食袂饱的时代吼，赤肉滚姜丝足赞的吼，就是美食吼，这是足已经对你是至关的形容就对啦吼。啊，下骹即两句吼是一道四边四徛伫吼，中央一碗鸡肉丝，兄哥毋敢出手捏吼，若要上好等比时吼。所以这讲了搁较明啊！迄个鸡肉丝，敢是咧讲鸡肉丝？是咧讲即个
即个流行嘛，吼，我兄哥你也毋紧来酿去食，吼，就是安尼诶，迄个情形吼，像讲，若通甲牛济做阵，较好猪肉定素性。所以这是迄个时代诶好食米吼，咱拢看歌册拢知影，迄个时阵青草诶菜就是即几种安尼吼。这就是迄个12碗菜瓜吼，这我嘛是做过研究的一本歌册，所以大家应看到是头碗、2碗、3碗、4碗吼，伊就是甲规道的菜拢讲互你听吼。啊，这讲互你听，这为定定看到，所以定定看到讲，这是12碗菜瓜，12碗发现伫别个歌册内面嘛拢会用到，只是菜小可改一下，有时啊佫甲你加几落出吼，像这是12碗对无？我著甲做过有迄16碗的吼，啊嘛有迄落歌戏摕去用，甲改做32出菜吼，所以咱比如讲即个歌册内面的即个食米，伊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啥物？我虽然食袂起，但是我用看的嘛会小可满足安尼吼，所以定定看到即组菜吼，就刷来刷去，伫咧无共的歌册内面出现安尼吼。啊，我拄仔有咧讲吼，这歌册内面字是有诶是用伊的声，有诶用伊的意对无吼？我搁讲有一个真麻烦的情形是啥物？写毋着字，吼，即摆咱就来看写毋着字的即个是啥物吼？即个吼，即出菜是第6碗是豆浆吼，猪肚啦吼，豆浆食了也刷嘴，也实在是刷嘴也是死，无把握吼，专佫是无灌水，因为猪肚是毋是会当灌水吼？这都无灌水，这是迄个纯的吼。可惜即阵无啥物，是淹水无毋对，但是伊写毋对字啊，所以我想足久的吼。盐就是迄个沿着盐有3点水迄个盐，伊敢若用正手柄去拌，你听有我咧讲啥无？哦，嘿，啊，但是字形真咸，佮白板的时写做即个糟。吼，啊下骹是毋是虽然的虽的倒手柄，所以是盐水。吼，我这猪肚真好吼，可惜即阵无盐水，若有盐水就搁较要有食了也较对，安尼吼。所以这就是，这是毋是爱一寡运气？一寡对菜的了解，你才约会出来对无？啊，我定定拄着是，较安怎就是约袂出来吼。是咧倒位，小等咱用当来看到，有一出菜吼，我甲大家毋知什么菜，小等甲各位请教一下吼。再来就是讲，咱煮菜的方式用来譬论吼感情会起落落吼。那这2首咧，应当嘛是平学的吼。讲手拿一支乌雨伞，手提手巾要插竿，行到牛刀牛唔看，这个牛嘛毋是妈妈哦，是牛吼，牛囝的牛吼。倒来厝妹娘洗心肝吼，心肝要洗，伊个啥洗回倒啦，就是洗回倒的意思吼。通西通硬腰烧吼。再来，嘿啦，啊遐心肝想着足艰苦，想着目屎冷落土。这边这首吼用的是共一个用法吼，伊讲啥物？食着咱遐一喙烂，会生会死共心肝吼，毋信看目互恁看，甘愿美阳是心肝，是毋拢有美阳来是心肝的用法对无吼？但是这两个用法吼无啥共吼，要怎讲呢吼？本来这句是一个俗话吼，是。讲咱美阳甲心肝生起来，是毋是心里就死呀？死心等于是死心的意思，安尼吼。所以第一首，伊确实是表示是死心吼。我要等下甲我的心甲生起来，而且呢，爱生互伊倒是啥物意思？你听过无？生互伊倒。哈？是甲入味
啊，差不多。就阮过年时炒菜，阮爸有时啊食一嘴讲，这酸啊菜炒无倒，然后就是也无迄个天度无够啦，吼。所以你就是讲，伊只就是讲，你心肝若要死，就爱想互伊天度有够，想要有够死哦，吼。啊若无，伊是毋是会生糖？会腐败嘛，吼。所以这是一种用法，吼。另外，表示我死心嘛，但正手边这个用法又搁无共。伊讲吼，我会甲你共心肝，毋信咧，我就看办互你看，吼。我甘愿来美养死心肝，所以这个用法是甲拄仔死心无共，伊是来表达啥物？坚定，真坚定的意志。对，就是讲我即摆死就是我着保存，以即个目前即个状况来保存。吼，病仔是死，其实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死落去，伊就停止，伊就无搁继续成长啊，吼。一个就是讲，我家己保存伫上好的时间，吼。所以病仔一句美言是心肝有即两种的意思，拄好即两首吼，家两种的意思有甲用出来，吼。所以这是民间文学的批论，我嘛是感觉是一个，你爱对即个，即内面用到啥物比象？生物件，吼，保存食物的迄个原则，吼。再来就是民间故事甲人道，伊主要用即两个故事吼来说明。拄仔咱已经有看过啊，吼，就是迄个过年的由来，咱看差不多看一半，吼。我讲即个故事，我非常的介意，因为解说自冬节一直到初二吼的故事，咱即摆甲一寡重点拢甲讲出来吼，所以就是解说了玉皇大帝就讲啊安尼。无影讲世间的人遮尔啊讨债吼，所以咧，伊也咧考虑的期间咧吼，世间人就听讲，去互天教去玉皇大帝遐斗吼，即马玉皇大帝要处罚咱过年的时阵，就是要甲规个人间拢甲丁放落水底吼。即马咧，大家知影讲啊，安尼搁活无几工啊吼，所以就甲因兜的迄个青草拢摕来煮的，这就是啥物？过年的啦，过年的围炉啦，吼，食青草吼。即马明仔载就要死啊，遐钱有啥物路用咧？所以吼，就拢分互子孙吼，这就是啥物咧？就是红包吼。即马迄个人间遮个神明去提点甲玉皇大帝报告，讲无影有遮尔啊讨债，大家拢是真孝顺吼迄个拢是好人吼，就地就讲安尼，这世间无要互伊定法吼，安尼。所以正月初一天光吼，大家精神啊，发现睇你也无死，我也无死，安尼，所以要安怎？就讲恭喜恭喜哦，安尼吼。所以大家吼，就穿好水水啊，去恁遐探一个，去遐探一下，大家拢讲恭喜安尼吼。且第一天是迄个路较近的，大家讲恭喜；第二天就是嫁出去的，远路的查某囝拢转来啊，吼，转来看后头是毋是大家拢平安安尼。所以伊就解说甲初二即个，就自冬节一直解说到初二，吼。这个故事非常的好的故事，而且呢，伊才是真正是台湾过去的故事。即伫咧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即个故事，吼，无遮尔迄个丰富的情节，但是已经有即个基本的故事，就是安尼讲的，即日本时代有的吼。所以我拢会教即个，就是讲，因为你讲。过年的故事，即摆大家学生拢讲年兽的故事，年兽的故事，我就会问讲，请问年兽即个词台语要哪念？大家就安尼真概要安尼讲年兽，吼，好啦，就算讲是安尼念是对，但是你敢捌听人安尼讲过？吼，因为咱即摆面相的一寡词吼，的发音，其实是毋是咱拢自细汉听习惯？安尼讲，安尼学来对无？毋是讲你看到字啊，家己想办法甲念出来的，吼。所以即个年兽的故事，就是即种你念袂出来，你嘛毋捌听咱的迄个时代人讲过的故事，吼，伊真正毋是本地的，吼。我嘛毋是讲本地的就无好，但是你总是爱知影咱本地有啥物故事啊，吼。所以我一定会教即个故事。另外一个咧，就是迄个5月初5，吼的故事，即个。5月初5，我请教大家，即天恁厝里安怎讲？5月节、5日节，对无？敢有人咧讲端午？
毋捌听过吧？讲端午是啥物情形？就是迄个要做诗的时阵，因为端午即天是诗人节，这大家听过了。做汉诗的人会较实会用即个词，因写汉诗的时会用到所以我另外会讲即个故事，就是主要咧，毋是要讲伊偌济迄个故事的内容，我只是要讲即个名干那即个名迄个本身的意义，你若放弃了后，就是即个规个即个民俗的传统，就是已经甲放弃啊咱即摆咧讲即个5月初5即天。厝里是讲5日节、5月节，是毋是你想到就是5月即个时阵的代志？因为咱即摆迄天，像阮中南部、北部因都嘛有，是毋是门顶面会插一个啥物青草啊，对无？有诶会甲迄青草摕来香水来洗身躯，这是为虾米？这是因为即段期间咧是迄个落雨，迄个。梅雨季对不对？已经结束，迄个热天还未完全开始，这个时阵拄好是天气上无稳定的时阵，上无稳定的这段时间，就是大家上高感冒，感冒即摆咱认为是感冒，听起来敢若是真平常的一个小毛病，但是流行性的感冒是毋是真严重的一种病？而且咱迄个华语有一个词叫做瘟疫。瘟疫是啥物病？济是对种济，足济啦瘟疫其实是迄个综合的词伊讲的就是咱华语讲急性传染病，就是讲伊的迄个病的迄个进度足紧的，真严重那个急性传染病。所以流行性的感冒就是即种啊。过去这10多年是毋是咱有啥物？禽流感、SARS 什么，迄拢是流行性感冒，迄拢是瘟疫的迄个等级。过去迄个世界上造成上侪人死亡的病的前3名，就是有流行性的感冒。所以为虾米迄个5日节时阵爱做遮尔济即种代志？因为要互你健康，所以5日节完全互你想到是即个时阵，但是，咱以早伫咧学校学到的是啥物？是毋是讲这是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白粽是要等候屈原食，划龙舟是要救屈原我嘛是问大家，屈原即个人名，你捌听人用台语念过无？捌听你是人用台语念过无？毋捌。我去做迄个民间故事的调查的时阵，嘛有一个阿婶足愤慨的甲我讲：“嘿，电视咧讲个啥物屈原，我都从来毋捌听过。”意思讲，这是啥个？这莫要甲阮强迫咱相信，伊就是5日节我毋捌听过安尼所以这要甲各位举这2个故事的咧，就是讲民间的文学、民间的故事，伊内面。互你知影的认同是无共的，是毋？咱即摆知影遮个故事，你就知影讲这是甲咱遮的语言有关系，甲遮的民俗有关系。那即个故事也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精彩咱今仔日无遐尼济时间来讲遮尔济，我只是甲大家推荐，就是即个台湾民间文学馆即个站我小等来互大家看，足好用的拄有几个朋友甲我讲，伊早是会当听，即摆煞袂当听，转来再来问看嘛有啥物办法所以这是用即个民间故事，大家知影讲这甲认同真重要但是我拄讲的即种故事学校敢有咧教？无，自国校甲大学无人咧教即摆我上民间文学我会教这，但是甲大学来教，我感觉已经拢伤难啦。其实这是应当，你既然要教迄个过年过节的故事其实这就应当爱刻伫咱的教材内面啦所以课纲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讲这民间的这个俗文学内面是足侪知识的迄个宝库即摆我要用即几拢是我册啦可能拢干来看一部分尔即摆讲的就是拄仔有举一本叫做《国际小宝歌》
国际小宝歌就是迄种阮迄个文学研究吼，有一种分类叫做争奇文学吼。那么叫争奇文学，就是讲即个作品内面吼，无真复杂故事的情节，伊就是敢若分做两派来相拍冤家安尼尔吼。所以国际小宝就是国际分做两派，吼，即两边的国际咧相骂安尼相拍看谁较赢安尼吼。所以咱来看一下。这是呆呆吼，伊的歌册是迄个杨芬平先生的收藏，即马伊拢甲摕伫个即个网络顶面。好，咱即马来看，你看这找看嘛有偌济水果，吼。乃至仙菇，吼，姜桃是仙酥，红枣是元月，吼，芭乐是大王，安尼，啊个啥物，柑仔是军师，吼，所以伊就是每一个水果拢互伊一个角色，吼，伊本身是迄个有啥物作用，迄个感觉较无重要，因为因就是相拍啦，重点就是两边相拍，但是迄相拍。介绍一个，搁一个咧出场的时阵，就会介绍这是啥物水果，啊，伊会家己特色讲出来。所以这种争奇文学一个特色，就是讲，伊吼同一个作品内面会介绍足侪物件，同一类的物件，啊，你会经由这个作品去学到这个物件的一寡特色，吼啊，所以情节无重要，一摆介绍足侪物件，啊，这种的作品足侪，像讲。罗车闹东海，虽然讲罗车闹东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罗车闹东海内面有一个啥物？有呢？这我家己影印。这是曲老师的册，我讲我用你的册无骗你，真正是用你的册咧做教材哈。这就是迄个罗车闹东海内面啊吼，伊。就是伊去讲迄个洗伊迄个红绫吼，所以规个海船拢滚起来吼，连王就派伊的迄个手下来看卖发生啥物代志吼。啊，即马就大家就参迄个路车开始拍起来吼。即拍起来了后，咱就看遮各种的海底的迄个鱼虾吼，拢介绍出来啊吼。所以咱看有啥物龟精、鲨鱼吼、蛤蟆。小梗吼，这是啥？龟鱼吼，汤啊、海翁，这伊每一种吼，像讲龟鱼等于牛粪风，龟鱼是毋是就是迄个啥物河豚嘛吼，河豚是毋是会分风，对吧？所以用一句介绍一项物件，伊甲伊的特色出来吼。啊，你再讲汤啊，一尾哪得讲？汤啊，海翁、金鱼吼，咧做中边王，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迄种争奇文学吼。伊有啥物作用？你想看卖？啊？教育对。你即摆也是吼，迄囡仔人来听，伊是毋听一个罗车闹东海，捌足侪只个鱼仔虾的名吼，啊，互伊听一个国际小宝歌，伊就捌足侪国际的吼，所以这是歌册的一种功用啦吼。名物启蒙，然后即个物件叫啥物名吼？这就是咱迄个囡仔咧读册迄个学的物件。上基础的迄种物件吼，种歌册内面，莫讲歌册，规个俗文学内面有真侪是即种的作品吼。再来就是我拄仔有讲过迄个一道十二出彩吼，这是想象中的物质丰足，是我认为伊的功用吼。就讲这十二出彩，我平常可能食袂起，但是我看了我嘛是感觉有满足安尼吼。所以这个十二碗菜瓜。这就是有一出彩要来请教大家，我看足久拢
甲大家叫袂出来是啥物菜？可以放大吗？可以。啊，我爱找到迄页再来放大。啊，毋是这本啊，是安东买菜。对，就是这样。好，这句，梦西雪鸡买一领，吼，梦西无问题，这我知影，吼。第二句，雪买，这啥物菜？这就是我一直想无，到底什么菜？头皮孔。我有摇，是毋是指姜？但是姜这个字也无读做姜的音，所以就毋知这是啥物菜。啥物吼？面、姜、姜，哈。头尾，好，头尾嘛是拢是菜啦吼，像讲这互三碧糕食粗饱，买4、5支猪后骹，骹地着煞，甲阮骹地啊甲卡，买一小肚猪肋趴，这是安东哥买菜吼，安东哥买菜嘛足好看，因为就是伊真是去买菜，啊，即摆买菜就哪像咱拄仔咧讲迄个名物哦。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去，看到逐项拢甲念出来吼。啊，一斤肉几钱吼？几肉较俗，300较贵，啥物这拢写菜吼，真趣味啊！但是就是即出菜，我甲大家也想过啊，拜托大家甲记起来，啊，等去恁若想到啊，再来甲我讲吼。要看倒位？足好看吼。雪买头皮，好问题吼，无完全，因为为着要表示讲，市场内面的物件足济吼，啊我传出来菜足济，所以尽量甲伊想要搞的物件拢甲等入去。所以其实伊买的菜甲伊买阿煮的菜，敢若有几项是斗会起来。啊，像买4、5支猪后骹地着煞。甲阮卡，啊，顶面就是梦西雪鸡买一领，雪甲买一领，雪买头皮。控鸡加控，我嘛是认为是鸡加可能是一种奖励。鸡加就是那个嫩姜的那个。嫩姜是鸡姜呢。对无？是鸡姜呢。啊好，就算讲是鸡姜吼，我嘛想要知影讲，敢有一出菜是猪头皮控鸡姜，听起来足奇怪的菜。哦，我了解。好，咱无要伫遮研究伤久，但请大家甲即个会记起来吼，恁无条倒一讲恁有灵感想到啊吼，会使甲我通知一下吼。好。所以这是迄个食面方面的迄个想象力吼。我拄仔有讲吼，是毋是迄个即种的吼争取主题，甲即个想象的菜色，伊会拢会一摆互你足大量的物件，对无？啊，无一定有啥物关系，但一摆互你足大量的即个物件。千金铺咧嘛是即种迄个文本吼，伊毋是歌册，伊嘛毋是报歌。伊是迄个，就是咱讲混模吼，是囡仔读册的时阵课本就对啦吼。我知影千金铺可能无几年吼，可能2年前才知影有千金铺即种迄个
古早的台语册吼，啊，我就对伊非常有兴趣吼，啊，因为啥物？伊内面有足侪台语的迄个词物件的词吼，像讲咧啥物依恋、保占甲情由，这是每一种拢是一种台湾古早的美的品种。吼，啊，这咱即摆拢讲啥物台梗9号、台梗16号，吼，但是这是以早的美的品种，吼，啊，伊的故事嘛足简单咧，就是一个生理人，吼，要出去做生理，啊，伊未做生理，先着去苏州遐去互苏州婆甲哥哥甜，啊，伊全无想要做生理，啊，去互伊的伙计来甲伊提醒讲，啊，你安尼袂使吼。啊，伊就迄个，则是就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就开始去办会面来迄个做生意。啊，所以规本的千金铺内面拢是伊办的会，就是拢物件就对啊，吼。咱下骹来看，这是讲伊安怎去到苏州堡吼，高高店的苏州堡。尾啊，伊就遮，伊办啥物吼？伊个布料吼，草鞋布料吼，过来就是迄个珠宝。吼，过来则是海味，吼，就是迄个南北货，吼，所以有即个千金铺，咱会当知影足侪过去的物件是安怎讲，就是即个物件是啥物。我相信，真侪即摆已经找无啊，吼，啊无就是咱迄个看着袂晓讲的，吼，这是我感觉足重要的。我常常咧甲人讲即个物件，伊即个字是毋对的，吼，这就是好题。好题的题顶面是草字头，毋是得着的头吼。好题对于阮中部人来讲足重要，因为阮迄个清明节咧食迄个润饼，一定爱包好题。顶摆讲好题，拢讲伊拢写做虎题哦，我都足袂当接受的吼。拢写做老虎的虎啦吼，题的猪蹄旁的迄个蹄虎蹄，其实好题的《水浒传》迄个虎是即两个字吼。所以即个我嘛是感觉即个非常的趣味的一个。好题台语华语怎么讲？好题就虎胎，华语其实咱华语吼，无甲迄个各种的迄个海底的迄个山分甲真明，拢一直拢讲海带，无就是海苔，嘿。啊，无讲啥物海苔粉，因为好题小可拿混安尼。对。所以，这个千金铺咧是有啥通好听的哦？敢要听？我有注解呢。我有你本。我唔知今日拄着邱老师，无我早来互你签名啊。我的时间是到9点半吼。好，咱先看别位啦吼。过来就是讲，要听吼，要听吼。无香呢？是不是你这部迄个？无只老爸，抱歉啊。但是转去 YouTube 甲拍千金铺啊，会记得是即个台中即个瑞城书局，即个就会找到即两个档案吼。其实毋拿即个迄个就是录音，毋拿即个要有别个吼。好，再来就是即个婚礼的部分吼，食新娘茶讲四句，即本嘛是迄个印做歌册出来吼。即个食新娘茶，伊规本吼，拢是就是一拍四句。拢是你咧食新娘茶时爱讲的迄种好话吼。那即摆就是一个问题，你认为即本的出版是做啥物？是有啥物作用？对，伊嘛是等于讲一种参考册吼。因为咱若是讲去共食喜酒，啊要共食新娘茶要缀红包，
你是毋是爱讲几句啊好话？啊，你讲好话是毋是讲即种迄个四句押韵的，才是有好听、有水气对无？吼，我细汉时就是无了解，吼，我细汉时阵有一个表兄带迄个阿嫂是为偏学来吼，啊是好野人的查某囝吼，啊就伊就传足侪迄个小礼物吼，迄个食新娘茶想要送人啊。啊，囡仔人就是贪心嘛吼，然后迄个阿嫂送细罐的香水，足想要爱的吼，啊，就原来去甲人迄个食新娘茶。但我囡仔我迄阵读国小，我本来会晓讲这吼，啊，就足无聊讲啥物，祝人身体健康啊。所以我迄阵啊，若是知影讲有即本吼，我就摕来用背吼啊，因为迄种场合是毋是你会晓讲了好听，会足有面子。对无吼？所以我相信这本是有销路的，吼啊！这本是安怎编出来？我感觉真趣味。这个人一定是四界去调查，去甲问吼，因为你若是规本拢看过，你会发现吼，伊毋是一对新人，因为头前第几啊，这个新娘是师范毕业的吼，啊，即马搁另外一啊，这个新娘又搁是做另外一个啊，这呀写讲新娘穿啥物色的鞋啊，另外迄呀搁换一种迄个打扮，所以可见讲伊是去几落位所在吼，去收集大家讲过的话吼，啊，即摆来甲伊编了来出版，所以你就有可能你会，我可能后个月要去啥物人的迄个喜事吼，啊，我就先买一本来暗量，我迄个伫迄个场号内面吼，我就若像我足有学问的。这歌册用处是足侪的，方面就够侪啦吼。再来吼，就是我对歌册学到的物件吼，要有啥物咧？就是讲即个有新吼，生产满月才会礼俗吼。我伫咧即本叫做电机接票即本歌册内面拢有学到吼。即本的故事吼，就是一开始是一查甫来找伊的迄个上好的爱人吼，啊两个人真紧就冤家，冤咧真紧就搁好啊，好啊了就决定要迄个结婚了就大巴肚，啊就生迄个大巴肚了后吼，歌册一定有一个过程是啥物，恁知无？对啊，白鸟歌这个时阵就会出现啦吼。我发现歌册是有一个情形吼，就是讲拄着一个啥物款的场合，就有一组的物件会使来用。像讲你若是有新啊吼，这个时阵白鸟歌就会使来用。啊，即马迄个囡仔生出来啊，满月要请大家迄个请亲戚朋友办桌的时阵，12碗菜就会使可以来用啊。真正是安尼。啊，若是有人过身嘞，小等咱就要看。有人过身了后吼，拄啊咱咧讲的迄啥物12月亲吻南宝歌迄种的都会出来啊。吼，这等于讲我感觉歌册买啊，可能毋是买啊，我的了解可能真粗浅，是我的感想就是讲，真济时阵是为着要斗。就是讲，伊的故事无遐尼复杂，啊，为着要斗甲有拢总有狗爷，所以有的物件吼，就是规组拢甲搬回来。啊，以早也无真济迄个认真咧讨论啥物智慧财产权啊，吼，我改2字，我就规组拢甲摕过来用，安尼，所以共一组的物件会出现伫几落本的歌册内面，吼，所以我就是伫即个伊资料内面咧，就看到这几套的。迄个台湾的风俗吼，就是以早毋是拢爱啥物？迄个字爱念第几声？献油饭还是献油饭？献油饭对，献油饭即个献吼，我嘛是感觉即个动词真趣味，有啥物华语无即个对顶的词，咱刚刚讲送对无？但是油饭是用献的，这就是一个真台语特别有的一个词吼。再来吼，就是办丧事吼。以早若毋是看这个歌册，我嘛想袂到讲，我想讲办丧事，这丧事是啥物好结调的代志啊吼，是想袂到会遐尼侪歌册拢要写办丧事，吼啊写上侪是倒一个故事咧，就是三匹英台，吼三匹英台的伊个地位吼，伫咧台湾的歌册内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就是讲。
即种传统的故事编的歌册，真济是过去是中国已经有出版，伫台湾才佫出版的，吼。但是伊个日本甲中国拍起来了后，有一段时间是毋？两边无交通对无？无交通了后，就是新的歌册，迄边的歌册无法度来台湾。即个时阵，台湾就爱家己找人来编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呢，三片英台的故事，若讲伫咧中国可能敢若10几本尔，吼，来到台湾竟然迄个变做50、60本，吼，50、60本内面呢，伊拢咧讲啥物？伊就是大重要的故事无变。但是一寡小小的迄个所在，伊就开始来直直甲变足济。譬如讲，咱拄仔毋是有看到迄啥物啊？安东哥买菜，安东哥买菜是毋是？伊敢若出去买菜，伊就一本就一本出来对无？啊，迄本敢有啥物故事？无，就是伊去买菜，啊，转来迄个安仁开始传菜来请三片，安尼就是安尼吼。所以安尼就一出啦吼。过来就是拄仔咱袂阁看到三撇修诗找药方，吼，伊修诗的时阵，敢若要开药方，就阁一本啊，安尼，吼。啊，上济是伫咧上后壁，上后壁就是讲三撇过身了，办丧事出过了本，吼，叫三撇的一本叫做《英台小纸》是吊纸，比如伊去烧纸钱，吼，啊，就一本。小冷厝搁一本，冷厝恁知影吼？对，小冷厝搁一本，安尼，就是敢若即个丧事的部分，就几落本，吼。啊，即个对我来讲是足珍贵的资料，因为迄就是古早台湾安怎办丧事的一个过程，一个记录，吼。啊，迄种的记录，咱过去当然嘛是有，但是伊伫咧故事内面来甲讲出来，就是互恁足济，咱讲细节，吼，迄毋是迄个一般的迄种民俗的迄种册会当读会到的，吼。而且佫讲一个笑话互大家听，就是讲我对即个迄个丧事的即个风俗，家己真有兴趣，吼，所以我就迄个有咧注意即方面的资料。迄徐福全老师出了一本迄个台湾丧葬民俗一本册，遮尔厚一本吼，我感觉足好看的。我内面实在是知识足丰富吼。我自头到尾看2遍，第2遍是啥物时阵看的咧？就是2年前阮阿嬷过身的时阵吼，我迄个9龄嘛吼，因阿无困，我就遐看。咧看的时阵，迄个体育公司的人啊，因暗来巡嘛吼，巡了伊就发现我咧看迄本哦，伊就讲，伊就问我讲，你是毋是要去考证照？我互伊讲一个，想讲，无我来甲考看卖吼，因为就是大部分拢是看徐福全老师迄本来咧出题目的嘛吼，啊，就是讲迄本内面，我真正认为是宝库，我伫咧歌册内面看无的偌济物件，拢是伫迄本内面查到的，吼。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会使甲大家报告的，就是讲，咱是毋是即马丧事，大家拢会讲起一个词叫做骹尾饭，对毋对？吼，啊，大家拢认为讲骹尾饭，结果我看迄本册了后，啊，佮看即个歌册了，我发现讲，毋是骹尾饭，伊早是分做枕头饭，吼，骹尾钱。即马是咱甲2项甲分做一种叫做骹尾饭，啊，其实。本来可能是分了搁较幼的，好，差不多就是今仔日要分享的，就拄仔遐吼，我用的资料拢是即几个迄个站来的吼，这拢是开放的，大家拢会当去迄个去。林老师，你个敢有规个摕伫个网络上面无吼？这是头拄有看到台湾文学馆嘛吼，过来平湖，我嘛是甲写报歌吼，平湖报歌，虽然伊讲啥物水调，这边哪像会听哦？是倒位？对。
则无接，袂当听哈。但是即个即个特别介绍一个，即台湾文学馆做的，即个歌册资料库吼，伫音响遮来甲点入去吼，目录。伊的特色是啥物咧？就比如讲最新大歌歌吼，点落去。即有色的所在，你即个滑鼠来讲，就会看到伊的注释，吼。伊的做法是讲，你会当看伊的汉字，嘛会使，比如讲我要看汉字，吼，伊就拢汉字。要台罗，吼，就台罗，还是要白话字，就白话字，安尼，吼。所以这对我来讲嘛是真有参考的价值，因为咱知影讲，拄仔甲大家报告，真侪台语的上文学用的字，吼。看到你其实一时啊三无，你到底爱念伊的意思，还是念伊的音？有时啊，伊若是上尾一字啊好解决，因为咱为押韵就差不多会用出来。啊，中间的话你就无法度，像头拄爱啥物空珠音用着，迄就用袂出来嘛吼。所以即种迄个甲音飘出来，这对我来讲是帮助非常大的吼。所以嘛，建议大家吼会当迄个去遮细细啦。吼，像这吼，伊已经甲你迄个查好啊。我家己读歌册是真辛苦，都啊家己都啊查字典的吼。啊，像这加在已经有做这样的做出来啊。这是施炳华老师伊迄个一个计划做的吼。我问老师讲，老师那不爱搁继续做吼？伊讲伊迄个助理目睭已经海去啊，伊就要做这已经目睭已经海去啊，所以嘛无搁继续落去吼。啊，人目睭已经海去，咱就歹势搁别人安怎做吼？但是希望有愈侪人吼对这有兴趣啊，大家来迄个研究吼。有一天咱就会了解迄个孔子经到底是啥物物件？安尼，今仔日分享到遮吼，有此欢迎大家来迄个讨论。好，感谢迄个老师吼。安尼咱差不多阁有15分的时间吼，就是会当互恁甲迄个有教授一寡互动。相信大家拄则听遐济，凡是有想到一寡问题，还是你有一寡想法。想要甲有教授做伙讨论的，咱即个是2把握机会吼，赶紧举手。好，安尼，若无吼，就是大家先想一下啦吼。我其实我想到毋是问题，就是拄则有教授讲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自细汉听到的故事，就是敢若甲原底歌册还是讲民间故事所反映迄个认同，敢若有脱离啊吼。啊，我就感觉真可惜，就是包括功课讲真对啊、等等啊，啊，毋过我嘛毋知要安怎啊，所以就是顶下就是有在想着讲，即个代志哪会变做安尼吼？所以就是想要听迄个有教授的意见，就是即个部分，大家咱想我等下要问啥物问题啦吼。这是一个真困难的问题吼。要安怎？我真正我毋知要安怎，我做会到的就是我伫学校教册，我的学生会有学到遮，吼。今仔有在场阮2个学生，小等下恁甲头问一下，问看讲老师教的到底有起来无？我想吼，像今仔日讲的即种的内容吼。是毋是有机会会当对迄个中学的老师、小学的老师讲？若是有诶，各位认为有必要无？嘛，毋是讲有必要，是讲有帮助无？就是讲，咱即马迄个教材内面诶面相，其实我看拢有问题。有真侪问题，但是我嘛袂去互请去骗迄个课工啊，对无？所以就是一摆几个安尼，甲一寡观念
传出去，安尼。目前敢若会当上安尼。看了郭老师，编稿材其实是出版社的代志啦，当然伊出主编伊会去邀请一寡即个校长来，还是讲教授来。像即个过年即个有关系啊，我嘛有了解一个工课吼，伊就是编即个年兽的故事吼。其实我就是要甲建议我应该用咱台湾即个在来的故事，啊，毋若是其他的嘛是。吼，你甲像咱台语课本有诶点啊，甲外国诶做哩化水节，结果台湾在来无啥搭叫啥，迄个利用吼，啊，外国诶加足多诶，吼，迄外国诶国民，叫台湾一涉过足本土诶即地方头路啦，所以迄个比例上吼，东头轻差足多诶，啊，所以我足认同伊教授诶即个想法，啊，主要是出版社。其实吼，迄个我今日当然我是拢尽量是用台湾的故事来做咧吼。但是其实我咧教民间文学的时阵，我无遐尼强调台湾，为虾米？因为真侪故事是全世界拢有诶。比如讲谢龙坤的故事，伊的迄个类型吼，其实是甲倒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同款，是啊。对啊，美女与野兽啊，啊，其实迄伫咧民间文学研究来是属于同一类的故事吼。啊，搁啥物啊？虎姑婆的故事，其实甲小红帽是同一类的吼。迄民间文学伊是真趣味的吼，伊的迄个阮的研究吼，就是有类型故事是全世界拢有的，嘿，但所以我教民间文学，我是特别迄个讲，但是今仔日这两个故事确实是台湾的，吼，就是这两个过年的由来，啊，加50个故事这安尼，嘿，我的意思是讲吼，咱教这民俗还是俗文学，其实我真甲学生强调，就是讲，这学着毋是干那本土，嘛是国际。就是讲，你为咱本土的物件开始，其实你会建立是一个国际观。咱即摆就爱讲国际观的对无？啊，其实国际观是会当为咱的民俗这边开始的。好，来，李老师。迄个教授咧问讲，我采集个物件吼，放咧网站无？我是咧台北地区吼，采集一寡小波歌吼，啊我是。以前哦，主要是以迄个录音为主吼，啊，我有做一寡迄个叫做短片吼，啊，放喺迄个 YouTube 顶头吼，啊，大家若有趣味的时阵吼，YouTube 做讲吼，迄个吼南港小波歌，啊是金山小波歌，啊是讲平南小波歌吼，啊即几字吼，啊伊就走出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要我将近100%啦，伊拢是较袂歹算的啦，大家听看卖，有趣啊，听看，啊，过来。补充吼，迄个洪老师吼，洪为人吼，洪老师吼，伊有一个洪为人 IDV， 吼 IDV 吼，啊伊内底吼嘛有民间文学的物件吼，大家有趣味嘛，再去参考。多谢。咁个人要交流，然后这个词啦，吼。讲斗相共，你拄则头前讲斗相共，我捌安尼讲，互人家讲，你斗相共，干那你丧事才使讲，讲明仔我明仔载要搬厝，你来甲我斗相共，讲安尼袂使，我是丧事才会使讲斗相共，敢有这代志，我是毋知，我不清楚。迄衫是专腔的，专腔两安尼讲的，应该无关系啦。衫是专腔啦。斗相共，迄个专腔的人讲的啊，安尼话斗下手啦。啊，斗下手是讲好歹代。我拢会使，拢会使。你若讲衫，因为专真侪，你烧拢讲做衫去啦。烧讲衫去啊。叫安话讲斗相共。翁仔某爱3碗饭2碗菜汤，迄小碗饭啊，小碗饭有3碗饭啊，迄个专腔的讲法。翁仔某啊，爱3碗饭啊，互相依靠嘛。
碗甲饭尔，爱变做三碗饭尔，三碗饭两碗菜，后壁迄支讲的。感觉有人有问题，有意见。哦，那个，23号吼，到即摆搁做这个重型后台湾这个水平吼，啊，毋知当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我非常的愤慨，先讲了，我非常的愤慨吼，就讲这件代志，伊个发起的时阵是伫个 Facebook 发起，我有看到吼，所以我知影是安怎发起的，所以去互人讲啥物是中共的煽动的阴谋，我非常的生气，感觉着我白讲吼。过来就是讲，阮想要，我无参加迄个联署吼，想要表达就是讲，竞标的问题吼，阮嘛拢知影，因嘛拢知影，有真侪竞标已经咧，家己有咧减少吼，家己有咧减少吼，即摆嘛毋是讲有人无合作哦。毋是问题，毋是有人无合作，只是讲，你互阮家己找出阮一条改变的路，毋是讲你一个就要甲阮封起来吼。即摆虽然政府一直讲伊无讲要灭乡吼，但是事实上吼，伊虽然无用灭乡这两个字，但是环保署的人确实是去真侪竞标内面，叫讲你袂使阁烧啊。搭一张迄个公文伫边啊，伫金路的边啊，这是事实，吼。所以环保署长讲，伊无讲即句话，吼，伊虽然无讲，但是因有咧做。所以你讲，安尼，阮若是竞标的人，你若是竞标人，你敢袂生气咧？吼，啊，即马大家要去发起，要互政府知影，阮就袂爽，吼。啊，去互讲甲遮尔啊歹听，而且迄电视顶面的每一个节目。请来迄所谓的名嘴吼，无几个有听到人咧讲啥，人的诉求伊嘛无了解，啊，就连袂去好位遐去，好位遐去，就是重点拢无抓着。所以我讲迄个节目吼，真害，是甲迄个主题拢总走无去啊，去互讲到位别位去啊，吼，所以。我真愤慨啊！无机会通好表达我的愤慨，因为即摆是迄个暑假吼，即摆若是迄个有上课的时阵，我也会当对学生讲，加减甲迄个媒体已经去扭曲的部分，小可搁甲因迄个甲撬转来，但是即摆叫热也无机会讲，所以敢若。空到遐愤慨，就是我各位若有机会吼，就是加了解一下吼，代志毋是媒体所讲的安尼吼。啊，竞标爱改进的所在真侪吼，因嘛知影，大家即摆拢有危机的有感觉吼，因嘛知影，但是即个代志无用当时政府来安尼用即种拍的方式，而且袂使你讲一套做一套。我即摆看到的是即个情况。敢有别个想法？若无就是剩4分钟吼，我阁想到一个问题吼，是因为讲到即个民俗啊，讲到即个政府的介入等等啊，咱拄则看到一个文本嘛，就是对古早时代留较紧的啊。我就叫好奇讲，敢有看到讲民俗的变化，就是对文本内底看到过去的有一寡物件是安尼，即马我现已经就是安尼啊，是。什么款的变化啊？可能是变化原是啥？好，即个加载我讲会出来。我做民俗的研究吼，我的专长的部分是伫个年节、过年过节是我研究上侪的部分吼，所以我伫即个部分看到的变化，确实是真侪。迄个上简单的例就是我拄仔讲的迄个五日节，吼，伊个名甲内容的解说，规个是变过的，吼，从古早甲迄个战后，规个是变过的。过年嘛是啊，吼，这两个咧是最主要的。再来就是讲，7月初七，
吼，恁叫做啥？七牛马是，敢有人讲七色？较少，你了嘛有啊，我大部分是讲七牛马西对无？但是即马少年人伊是安怎过？对啊，伊甲当做啥物节来过？就是情人节，吼，所以啊，迄个变做讲，迄个七夕节日诶过节的方式已经规个去互变过啊，而且迄变的方式吼是 copy， 搁再 copy， 搁再 copy。我拢讲问学生讲，台湾一年过几个情人节，恁敢知？我就叫因算看卖。第一个是倒一天，对，2月14对无？吼，搁来3月14，搁过一遍，吼，搁来七牛马西拿咧过对无？啊，搁来对，12月25，啊，过节的方式是安怎咧？买花买巧克力，送买米。去食餐厅，是毋拢共款？吼，就是拢一直咧 copy 啊，已经本来精神拢无起来。其实七牛马西是真正是一个七牛马西最主要的伊个意义是啥物？伊其实是请囡仔诶，迄个承保对无？七牛马西拢是咧顾囡仔诶，是重点是囡仔呢，那会变做。对啊，那会变做迄个情人吼，这就是我看到的问题。再来就是台湾，因为10多年来有迄周休2日吼，所以足侪地方政府爱生出足侪节目来推迄个观光。结果我是感觉真困扰吼，因为伊生出来遐个物件，就是已经甲迄民俗变做一种商业的活动。啊，迄个意义有诶，就是伊芯片，有诶，就是完全着走尖去啊！嘿，这对我来讲是真困扰。但是做民俗，佫无用当讲去徛咧迄个头前讲指导政府讲袂使安尼，所以民俗就是爱互人家己去找出一条路来安尼。啊，若是咱大家拢选择要甲七牛马西变做。情人节，我只好偏啊摸摸嘛是爱接受，但是伫咧教育的这方面，我是一定会教的，一定互学生知影讲，恁即摆看到的经验，以前毋是安尼。就老师我讲到迄个照讲吼，台湾的情人节吼，应该是正月10号。咱古早迄个叫做，咱有一寡例嘛吼，下班餐嫁好翁啊，即个娶好个跳菜鼓吼。啊，迄个古早迄个，嘛是古早，迄个陈三五娘的故事无？迄个陈三吼，就是迄个正月15号的时阵吼，咧赏花灯的时阵拄着五娘的。哦，啊，这个是真好的，迄个做咱台湾吼，台湾的真好的时间。我消费者，家己无客气来介绍一下。我是感觉爱靠宣传的，靠宣传，因为你讲七牛马怎宣传？我是讲，譬如讲，这7月初7吼，七牛马生，譬如讲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活动啊，咱来拜七牛马，还是做这什么烟仔花啦，加花啊，咱来办一个讲一个老热。吼，啊，会使互人来注意讲咱有即个活动，我是想爱有人来做啦。我是讲爱有人来做这块。可是对民俗的观点出发吼，若爱有人出来迄个召集组织，伊就毋是民俗啊，伊就变做是一个活动。我就讲是，我伫咧阮即个民俗论坛，其实阮的一个迄个共笔部落格，捌写过。就是元宵，就是情人节，吼，内面用的咧，就是咱迄个头版仓嫁好翁啊，吼，啊个迄个元宵嘛是迄个想要生囝的人，拢会去庙里迄个去花，这你捌听讲无？如要生查甫的，就去白花，吼，生查某的就去迄个红花安尼，就是好，请大家有机会再去参考，吼。
就是我伫咧做迄个节日的这方面的研究，我是看到足侪民俗的变化。好，安尼咱今仔日就是真感谢黄球君教授，同咱上到这个节物件吼，啊，咱最后播一声，感谢。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台语沙龙舞。那